堂堂兩屆 NBA All-Star 以前打到成 MVP 咁，點解而家灰熊想放隻 Ja Morant 咁難嘅？首先因為佢今季表現插水，揸個場均19分，自新秀之年之後最低，平均命中率跌到40%，三分得21%，係同樣出手量134個球員入邊，有效命中率排第133位，即係基本上聯盟排尾二。佢以前最擅長衝入禁區爆籃，2021至22年球季禁區入球數量排名聯盟第4，榜上其他幾乎都係中鋒。點知而家爆籃少咗，反而中距離多咗，入樽數字由 All-Star 當年嘅場均0.96球跌到落0.39球，唔知佢而家係爆唔起啊，定係唔想爆？再加上連續3季打唔足60場，另外再加場外生事被禁賽，其他球隊會諗：我點解要用咁多資產去搏一個高風險低用度嘅控衛？加埋今季同教練列沙魯關係惡化，被罰停賽，隊友又被要求唔好再煩住佢，揸仲同身邊啲人講，永遠唔想再打灰熊。呢種更衣室包袱點會唔嚇走一大支球會啊？家陣最多人傳想刮渣哥嗰幾隊，大家又點睇 ？Heat culture 出名，冇人比球會更加大。即係如果渣哥唔肯臣服 Coach Spo，佢亦唔使諗住遊運行。大佬熱火出名熱噶嘛，喜愛夜蒲嘅渣哥唔夠1個星期肯定喊住走啦。唔好諗住啱啱同公鹿球迷互靴嘅字母哥會離開密爾沃基，因為佢同佢阿媽實在太唔中意嗰啲夜繽紛城市。佢可以同球會做完億元合約，買幾件玩具，買幾件衫仔俾阿仔之後，同屋企人食完餐好嘢，第日係如常翻工操練。之所以聽講佢同渣哥私下見面並唔係太愉快，兩個都唔啱 key 嘅，一啲都唔出奇咯。嗱，木狼 OK 肯搏嘅，但係合約同埋選秀權全部綁住晒，要湊個薪金就要拆幾個隊中堅分子出去冒險啲咯。其實最啱渣哥打嘅係多倫多速龍，對波班底後生，有防守有前途，快攻風格都幾啱渣哥。但要佢移民加拿大，天氣又凍，夜生活又唔似美國大城市咁豐富，渣哥行咩？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NBA 得意消息、股仔嘅最新動態，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FBase HK。